Hello，2026年第一期同大家見面啦。咁由於萬里老師嘅行程問題咧，呢個五行同塔羅嘅碰撞咧，只能夠告一段落啦。因為佢已經翻咗德國啦。咁佢應承過我咧，佢話佢6月份會翻嚟嘅喎。我哋姑且信佢一下先咯。咁喺過年嘅時候咧，都同好多朋友分享過啦。佢哋都係想我講一啲冇咁多人講嘅內容嘅。咁呢一期嘅內容其實應該都冇咁多人講嘅，就係一個關於拉群對於我哋人生嘅意義。其實拉群對於我哋嚟講咧，已經係生活中一啲極為普通嘅事嚟嘅。咁其實咧，佢咧等於係 A 同 B 之間本來係唔識嘅，咁係通過你，然之後咧你將 A 同 B 兩個拉埋一齊，咁呢一樣嘢咧，其實係一個叫做緣分嘅牽引啦。你等於將 A 同 B 嘅緣分即係連接埋咗一齊。咁其實有好多人咧都會發現咧，喺你拉咗群之後，可能 A 同 B 咧玩得比較好，然之後咧你好似越嚟越同 A 同 B 都冇再咁即係互動性咁強嘅時候咧，有好多人心入邊會有個落差嘅，就會覺得喂，本來係我識佢先嘅喎，或者係我識佢先嘅喎，點解你兩個而家玩得好，但係好似冇帶上我咁樣咧？咁其實呢一樣嘢咧，會慢慢成為自己心入邊一個執念。咁我咧係想同大家講咧，其實咧有冇一個可能咧，就係你本身喺 A 同 B 之間出現嘅意義咧，只係為咗拉呢一個群。所以咧，有好多人其實佢好糾結於話，點解你哋後尾就會冇我份，即係覺得自己好似俾人踢出咗一個圈子外邊咁樣。其實你千祈唔好咁諗啊，因為有好多時候你哋嘅任務咧，你哋係唔會知道自己究竟終極嘅任務係乜嘢。真係有可能你兜咗好大一個圈，就係為咗將 A 同 B 拉埋一齊，等佢哋去認識，等佢哋去行佢哋之間嘅一個因果。咁同時，如果再換一個角色嚟睇，你係 A 或者 B， 有另外一個人將你同某一個人拉埋咗喺個群入邊，而拉咗群之後咧，譬如話你同 B 出去啦，但係你成日嗌佢，但係佢都可能有事啦，或者咩參與唔到嘅情況下咧，你就唔好刻意再去嗌呢一個人出嚟，因為咧有可能人哋真係完成咗任務。咁講到呢度，其實大家都知我想講乜嘢㗎啦，咁我就唔咁囉嗦啦。咁如果你哋想聽一啲咩比較冷門嘅內容咧，可以留言俾我或者私信俾我，記得關注、點讚、轉發。新年快樂，福星無量！